打破弱肉強食嘅叢林法則。第三個好消息係戰爭亦都正在消失。喺整個歷史上，大多數人都以為有戰爭係必然，和平呢只係暫時嘅狀態。國際關係亦都係由叢林法則掌控。就算兩個政體睇起嚟和平共處，戰爭亦都始終會係一個選項。舉例嚟講，雖然德國同埋法國喺1913年處於和平狀態，但係大家都知道佢哋可能係喺1914年掀起戰火。每當政客、將領、商人同埋一般大眾籌劃未來嗰陣呢，總會想到戰爭呢一項因素。從石器時代到蒸汽時代，從北極到撒哈拉大沙漠，地球上每個人都知道，鄰國隨時可能前來侵犯領土，擊垮軍隊，屠殺人民，佔領土地。直到20世紀下半葉，呢一種叢林法則先至終於遭到打破，或者講係取消啦。大多數地區戰爭已經比以往更為罕見。喺遠古農業社會，人類暴力佔咗死亡總數嘅15%，而喺20世紀，暴力事件淨係佔死亡總數嘅5%啫。到咗21世紀初，更加係只佔全球死亡總數嘅1%。例如2012年，全球大約有5600萬人死亡，其中62萬人死於人類暴力，當中戰爭致死12萬人。犯罪致死嘅呢係50萬人。相較之下，自殺嘅人數有80萬，死於糖尿病嘅更加係有150萬人。而家糖比火藥仲更攞命添。更重要嘅係，已經有越嚟越多人覺得唔可能發生戰爭。呢個係史上首次，當政府、企業同埋個人籌劃不遠嘅將來，多半唔會考慮到戰爭嘅可能性。核武發明之後，超級大國之間如果想掀起戰端呢，同集體自殺瘋狂嘅舉動冇分別嘅啦。於是逼住全球最強大嘅幾個國家要揾出和平嘅替代方案嚟到解決衝突。同時啊，全球經濟嘅導向亦都已經從物料走向知識。過去主要嘅財富來源呢係物質資產，例如金礦、麥田、油井咁。而現在嘅主要財富來源呢，則係知識。發動戰爭呢，雖然能夠搶到啲油田，卻無法霸佔到知識。因此，隨住知識成為最重要嘅經濟資源，戰爭能夠帶嚟嘅獲利呢就下降。可能發生戰爭嘅地方越嚟越局限喺世界嘅特定區域，好似係中東或者係中非咁。呢啲地方仍然維持老式嘅物料導向經濟。盧安達喺1998年入侵鄰國剛果，奪佔該國豐富嘅尼坦鐵礦。呢件事之所以唔令人意外呢，係因為呢一種礦產係手機同埋筆記型電腦不可或缺嘅重要原料，而剛果尼坦鐵礦嘅蘊藏量足足佔咗全球嘅80%。盧安達靠住掠奪嚟嘅尼坦鐵礦，每年賺到2億4千萬美金。對於貧困嘅盧安達嚟講，可以係一筆大收入嚟嘅。相較之下呢，如果中國入侵加州奪下矽谷，咁就毫無道理。因為就算中國贏都好呢，矽谷亦都冇矽礦可以劫到。中國真正能夠賺到幾十億美金嘅方式，反而係同蘋果同埋微軟等高科技龍頭合作，購買軟體，製造硬體產品。盧安達耗費萬力從剛果搶嚟嘅尼坦鐵礦嘅全年所得呢，都仲唔夠中國不流血靠商業喺一日賺得咁多。於是目前和平呢個詞呢，已經有咗新意義啦。過去幾代嘅人想到和平，只係暫時冇戰爭，而現在諗到和平呢，係指難以想象會有戰爭。1913年嘅人講法德兩國和平，意思係法德兩國此刻並無戰事，但係第二年呢，冇人知啦。但係我哋而家如果話法德兩國和平呢，意思係喺任何可能預見嘅情況之下，呢兩國實在不可能爆發戰爭。呢種意義嘅和平，而家唔單止存喺法德兩國之間，亦都存在於全球大多數，但係唔係全部國家之間。
唔理係德國定係波蘭、印尼同菲律賓，或者係巴西同烏拉圭之間呢，都冇咩局面可能喺明年爆發全面戰爭。呢一種嘅新和平，並唔係只係嬉皮式嘅一廂情願。就算係渴求權力嘅政體、貪委無道嘅企業，亦都希望新和平能夠持續落去。賓士汽車公司規劃東歐嘅銷售策略嗰陣呢，絕對唔會將德國攻佔波蘭當作可能性。企業想從菲律賓引入廉價勞力嘅時候呢，亦都唔會擔心印尼第二年可能會揮軍菲律賓。巴西政府要討論出年嘅預算嗰陣呢，我哋好難想象巴西國防部長忽然會企起身拍台大嗌話：等等，如果我哋要攻打烏拉圭呢，大家點解冇諗到呢單嘢㗎？我哋應該要編列50億美金嘅戰爭預算啊！當然，仲有幾個尚未實現新和平嘅地區，呢啲地方嘅國防部長仲係會講出咁嘅說話嘅。呢種事情我哋知道得太清楚啦，因為我就住喺其中一個咁嘅地方。但係呢啲只不過係例外啫。當然啦，我哋冇辦法保證到新和平無限延續嘅。正如最初係核武促成新和平，未來嘅科技發展呢，亦都可能掀起新嘅戰爭。特別係網絡戰嘅出現，讓小國或者係非政府個體呢，亦都有能力痛擊超級大國，讓世界陷入動盪。美國喺2003年攻打伊拉克，巴格達同埋摩蘇爾慘遭戰火蹂躪，但係就冇任何一枚炸彈落到洛杉磯或者係芝加哥。但喺未來呢，北韓或者係伊朗等國家就有可能用邏輯炸彈讓加州大斷電、德州煉油廠爆炸、密西根州火車相撞。所講嘅邏輯炸彈就係惡意嘅程式碼，能夠喺平時就透過網絡植入對方嘅電腦，並從遠端操控。唔理係美國或者係其他國家控制重要基礎設施嘅網絡，好有可能都已經遭到好多呢一類惡意程式碼嘅入侵。不過呢，我哋唔應該將能力同埋動機撈埋一齊講嘅。網絡戰確實帶嚟咗新嘅毀滅手段，但係就唔代表增加咗新嘅使用動機。過去70年之間，人類打破咗唔單止係叢林法則啊，仲有薛可夫法則添。薛可夫嘅一句名言話：喺第一幕出現嘅槍呢，喺第3幕就必然會發射。縱觀歷史呢，如果國王同埋皇帝手上有咗新武器，遲早會抵受唔到誘惑嘅。不過，從1945年以嚟呢，人類已經學識咗抵抗呢一種誘惑。例如，冷戰嘅第一幕就出現咗槍同核彈，卻從來冇發射。到現在，我哋已經習慣咗呢個世界就係有好多炸彈束之高閣，好多導彈無用武之地。我哋都成為咗打破叢林法則同埋薛可夫法則嘅專家。而且，就算有邊一日呢啲法則重現江湖，亦都會係人類自己嘅錯，而唔係啲乜嘢無法逃避嘅天命。恐怖主義就係一種表現。咁恐怖主義又點講呢？就算各國中央政府同埋強權都學識咗克制，但係恐怖分子對使用新嘅毀滅性武器呢，就唔見得會思慮再三。咁當然係令人擔憂嘅可能啦。不過呢，恐怖主義只係得唔到真正權力嘅人所採取嘅軟弱策略嘅啫。至少喺過去啊，恐怖主義嘅手段係要散播恐懼，而唔係造成嚴重嘅實質損害。恐怖分子通常無力擊敗軍隊、佔領國家或者係破壞整座城市嘅。肥胖同埋相關疾病喺2010年造成咗大約300萬人死亡。相較之下，恐怖分子喺全球造成嘅死亡人數呢係7697人，多數位於發展中國家。對於一般美國人或者係歐洲人嚟講呢，可口可樂造成嘅生命威脅可能仲遠比基地組織嚟得大。咁講法，恐怖分子究竟係點樣佔據咗頭條新聞，改變整個世界嘅政治局勢嘅呢？答案就係讓敵人反應過度。就本質嚟講，恐怖主義呢就係一種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場令人驚恐嘅暴力 show， 捉住我哋嘅想象，讓我哋以為自己即將再次陷入中世紀嗰種混亂當中。
於是各國政府好多時都要覺得需要對呢對恐怖 show 做出回應，並且刻意上演一場安全大戰，甚至借機迫害某地區或者入侵其他國家，以顯國力浩蕩。喺大多數時候，呢一種對恐怖主義嘅過度反應，反而比恐怖主義本身造成更大嘅安全威脅。恐怖分子呢，就好似係一隻想要大鬧瓷器店嘅烏蠅。烏蠅係咁細小啊，自己甚至連一隻茶杯都喐唔到嘅。於是呢，就揾隻牛鑽入佢隻耳度，係咁嗡嗡嗡嗡，令到隻牛呢因為恐懼同埋憤怒而發狂，整爛晒成間瓷器店。呢個正係過去10年間喺中東發生嘅事。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如果淨係靠自己，絕不可能推翻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於是佢哋用911恐怖攻擊激嬲美國，讓美國破壞咗中東呢一間瓷器店。而家基本教義派已經喺一片廢墟之中蓬勃發展。恐怖分子如果淨係靠自己，根本就冇能力將我哋拖翻到中世紀，重現叢林法則嘅。佢哋只能夠嘗試激嬲我哋，而最後嘅結果呢，就要睇我哋點反應。如果叢林法則真係再現，我哋其實必須要負起最大嘅責任。歷史唔會容許真空。喺接落嚟嘅幾十年間，可能饑荒、瘟疫同埋戰爭仍然會奪走幾百萬人嘅性命，但係咁已經唔再係無可避免嘅悲劇。人類對此亦都唔再好似以前咁樣一樣無助，而感到無法理解、無法控制。呢一切呢，已經成為有可能處理嘅挑戰。我呢，並唔係要將全球仍然有嘅苦難視為無物啊！目前仍然有數億人陷於貧困，每年瘧疾、艾滋病同埋肺結核仍然帶走幾百萬嘅生靈。敘利亞、剛果同埋阿富汗嘅暴力情景亦都仍然係惡性循環。呢度並唔係要聲稱世上已經冇饑荒、冇瘟疫同埋冇戰爭，人類亦都再唔使擔心呢啲問題咁話。其實我嘅態度正好相反。縱觀歷史，係因為人類認為呢啲問題無法解決，於是呢根本唔去嘗試解決，淨係向神祈求奇蹟，自己呢就從未認真努力消滅饑荒、瘟疫同埋戰爭。有啲人話，2016年嘅世界呢，仲係好似1916年咁，又餓又病又暴力，咁等於係延續住古老嘅失敗主義觀點，好似話人類喺20世紀投入嘅巨大心力一無所獲。種種醫學研究、經濟改革同埋和平倡議，亦都全然徒勞咁。但如果真係咁，又何必再投入時間資源嚟到進行更多醫學研究、創新經濟改革，又或者提出新嘅和平倡議呢？認可人類過去嘅努力，等於係傳達出希望同埋責任嘅信息，鼓勵我哋喺未來更加努力。有鑒於人類喺20世紀嘅成就，如果以後嘅人類仍然苦於飢餓、瘟疫同埋戰爭，咁就唔能夠再怪到落自然或者係上帝嘅頭上邊。我哋已經有能力將事情做得更好，並減少未來受苦嘅發生率。不過，人類嘅成就呢，仲帶住另一條訊息而來嘅，歷史係唔會容許真空。如果饑荒、瘟疫同埋戰爭嘅發生率不斷減少，必然要有其他嘅乜嘢成為人類嘅新議題。我哋對此必須要戒慎深思，否則可能只係喺舊戰場上邊全面獲勝，卻喺新戰場上措手不及。到咗21世紀，會係邊啲嘅新議題取代饑荒、瘟疫同埋戰爭呢？其中一項中心議題會係要保護人類同埋地球整體，不被人類自己嘅力量所害。我哋之所以能夠成功控制饑荒、瘟疫同埋戰爭，好大嘅原因在於驚人嘅經濟成長帶嚟豐富嘅食物、醫藥、能源同埋原物料。但係同樣亦都係因為經濟成長，已經讓地球嘅生態平衡喺好多方面都失衡，而我哋而家先至啱啱開始有所意會。人類對於呢項危機承認得好慢，甚至至今嘅努力亦都係唔足夠。雖然總有人講污染、全球暖化、氣候變遷，但係多數國家到而家呢，仍然都未試圖改善，
仍然未做出任何認真嘅經濟或者係政治犧牲。每當要喺經濟成長同埋生態穩定二揀一嗰陣呢，政客、企業同埋選民幾乎總係選擇咗成長。如果我哋真係想遠離災禍，就要喺21世紀做出更好嘅選擇。人類仲會想追求啲乜呢？我哋會唔會覺得只要能夠避免饑荒、瘟疫同埋戰爭，又能夠維持生態平衡，咁就已經心滿意足呢？咁可能確實係最明智嘅選擇，但係智人唔太可能就咁照做。始終智人好少真正知足。每次達到成就，智人嘅大腦最常見嘅反應呢，並唔係滿足，而係想要得到更多。智人總係想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智人擁有龐大嘅新能力，饑荒、瘟疫同埋戰爭嘅威脅亦都終於解除嗰陣，我哋跟住要做咩呢？到時候科學家、投資人、銀行家同埋總統每一日都要做咩呢？唔通寫下詩㗎嘛？成功係野心之母，而我哋最近嘅成就亦都推動人類設下更大膽嘅目標。我哋已經達到前所未有嘅繁榮、健康同埋和諧，而由人類嘅過往記錄同埋現有嘅價值觀嚟睇呢，接落嚟嘅目標好可能係長生不死、幸福快樂以及化身為神。喺減少咗饑荒、瘟疫同埋戰爭之後，我哋而家希望能夠克服年老，甚至係戰勝死亡。喺拯救人民脫離各種不幸之後，我哋而家希望佢哋能夠幸福快樂。而喺提升人性、超越掙扎求生嘅獸性之後呢，我哋而家希望將人類升級為神，讓智人化身成為神人。新議題之一，當死亡將走向末日。喺21世紀，人類好有可能真係會趨近長生不死嘅目標。對抗咗饑荒同埋瘟疫之後，對抗老死呢，不過係呢一場戰役嘅延續，更體現咗當代文化最睇重嘅價值，就係人嘅生命。不停有人提醒我哋，人命係宇宙最珍貴嘅事物。唔理係學校入邊嘅老師、國會殿堂上嘅政客、法庭內外嘅律師，甚至係舞台上嘅演員，都係咁異口同聲。聯合國喺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呢個或者係我哋最接近全球憲法嘅一份文件，裏面就明確咁指出有權享有生命係人類最基本嘅價值。由於死亡明顯違反咗呢項權利，咁就成為咗危害人類嘅罪行，而我哋應該對此全面開戰。縱觀歷史，宗教同埋意識形態所神化嘅呢，並唔係生命本身，而係某啲超脫俗世嘅對象。因此，對死亡嘅態度呢就好開放。事實上，甚至仲有一啲宗教同埋意識形態呢係歡迎死亡添。就基督教、伊斯蘭教同埋印度教嚟睇，因為存在嘅意義要睇死後嘅命運而定，咁就認為死亡係世上好重要而積極嘅一部分。人類會死係因為神嘅旨意，而死亡嘅嗰一刻呢係好神聖嘅形而上嘅經驗，充滿各種意義嘅。人喺吐出最後一口氣嗰陣，就應該趕快揾牧師、拉比或者係薩滿巫師，將生命呢條數結清，擁抱一個人喺宇宙之中嘅真正角色。想象一下，如果冇咗死亡，世界就會變成冇天堂、冇地獄，亦都冇輪迴。咁基督教、伊斯蘭教或者係印度教應該點樣自處啊？對於生命同埋死亡，現代科學同埋文化嘅觀點同宗教完全係唔同，並唔認為死亡係某種形而上嘅神秘謎團，亦都當然唔認為死亡係生命意義嘅來源啦。相反嘅，對於現代人嚟講，死亡係一個我哋能夠解決，亦都應該解決嘅技術問題。究竟人係點死嘅呢？喺中世紀嘅童話故事入面，死神披住黑色連帽嘅斗篷，手上仲握住一把大鐮刀。一個人活得好好嘅，腦入邊仲喺度擔心呢樣擔心嗰樣，四處奔波。呢個時候，突然死神就出現喺佢面前，
瘦骨嶙峋咁，手指敲敲佢個膊頭，同佢講嚟啦。呢個人懇求話：唔好啊，唔該，俾多1年我啊，1個月啊，再唔係1日都 OK 啊。但係披住連帽斗篷嘅死神聲音嘶啞咁講：冇呢家嘢嘅，就係而家。呢個呢，似乎就係我哋死嘅方式。但係喺現實之中，人類之所以死亡，唔係因為有一個披黑色斗篷嘅人喺度敲佢哋膊頭，亦唔係因為上帝嘅旨意，又唔係因為呢個係乜嘢宇宙計劃嘅重要部分。人會死亡得一個原因嘅啫，人體運作出現咗技術嘅問題，心臟唔跳啦，大動脈遭到脂肪塞住，癌細胞喺肝入邊擴散，病菌喺肺部入邊繁殖咁。到底係乜嘢造成呢啲技術問題呢？答案係其他嘅技術問題。心臟唔跳係因為冇足夠嘅氧氣達到心肌，癌細胞擴散係因為突變嘅基因改寫咗生化指令，病菌入到我哋個肺係因為有人喺地鐵上面打咗個乞嗤。呢度冇咩形而上嘅事，一切都只係技術問題嘅啫。而只要係技術問題呢，就會有技術上嘅解決方案。要克服死亡，並唔需要等到耶穌再臨，只要實驗室入邊嘅幾個科技怪人就得噶啦。如果話傳統上死亡係屬於牧師同埋神學家嘅飯碗，咁而家工程師正在接受呢一筆生意。用化療或者係納米機械人，我哋就能夠殺死癌細胞；用抗生素，我哋就能夠消滅肺部病菌。心臟唔跳咩？可以用藥物同埋電擊，讓佢重新開始跳動。如果真係唔得，就能夠乾脆直接換個新嘅心。確實，而家並唔係所有技術問題都已經揾到解決方案，但係亦都正因為咁，我哋先至會投入咁多時間同埋金錢研究癌症、細菌、基因同埋納米科技。就連唔屬於科學界嘅一般民眾，亦都已經習慣將死亡當成係一個技術問題。如果有一位婦女問醫生話：醫生，我究竟係邊度出咗問題呢？醫生就有可能話係你得咗流感啦，你得咗肺結核，你得咗癌症咁。但係就冇醫生會話你得到咗死亡㗎。對我哋嚟講，人會死係因為有流感、肺結核、癌症，而呢啲通通都算係技術問題，總有一日能夠揾到技術上嘅解決方案。而家就算有人死於颱風、車禍或者係戰爭呢，我哋都仲係可能認為呢個係一種技術問題，係可以預防嘅，而且係應該要預防添。政府應該要有更好嘅天災對策啦，市政府應該要有更好嘅交通規則，將領應該做出更好嘅軍事決定，咁樣呢就能夠避免颱風、車禍或者係戰爭導致嘅死亡啦。而家只要一出現死亡，幾乎訴訟同埋調查呢就會自動隨之而嚟嘅啦。佢哋係點死嘅呢？一定係有邊個人做錯咗啦。長生不死之夢，絕大多數科學家、醫生同埋學者並唔會話自己正努力達成讓人長生不死嘅夢想，只會話自己正在努力克服呢個或者嗰個特定嘅問題。但係因為衰老同埋死亡，亦都只不過就係好多特定問題嘅總和結果。咁醫生同埋科學家唔會有邊一日忽然停手宣布話到此為止，唔好再研究啦。我哋已經解決咗肺結核同埋癌症，但係就冇打算處理老人痴呆症。大家就繼續因為老人痴呆症而死啦。世界人權宣言唔係話人類有權享有生命直到90歲為止，而係話人人有權享有生命，冇附帶條件，冇任何到期日嘅限制。雖然係少數，但係已經有越嚟越多科學家同埋思想家公開表示啊，現代科學嘅中心任務呢，就係要戰勝死亡，賦予人類永恆嘅青春。著名嘅人物包括老年病學家德格瑞，以及身兼博學家同埋發明家身份嘅庫茲威爾。2012年，庫茲威爾獲 Google 任命為工程總監。1年之後 ，Google 成立子公司 Calico， 明定公司嘅使命就係要解決死亡。
2009年 Google 任命真心相信人能夠長生不死嘅馬里斯擔任創投公司 Google Ventures 嘅執行長。2015年1月接受採訪嗰陣呢，馬里斯話：如果你今日問我人係咪有可能活到500歲，我嘅答案呢係肯定。馬里斯呢番豪語嘅背後呢係大批金彈嘅支持。Google Ventures 嘅總投資金額高達20億美金。其中36%將會投入到生物科技新創公司，亦都包括幾項深具雄心嘅壽命延長計劃。馬里斯用美式足球打咗個比喻，解釋呢一場同死亡嘅對決。佢係咁講嘅：我哋唔單止要挺進幾碼，而且要贏到呢一場比賽。點解？馬里斯話：因為活着總比死好。好多 Google 嘅巨擘都保持咁嘅大夢想。PayPal 嘅共同創辦人泰爾最近就承認佢希望永遠活下去。佢解釋話：我認為處理方式大概有3種：接受死亡、拒絕死亡，或者係對抗死亡。我覺得社會上大多數人唔係拒絕呢，就係接受，而我寧願同佢對抗。好多人可能對此嗤之以鼻，以為呢個係唔成熟嘅幻想。但係泰爾呢，可唔係啲乜嘢可以睇小嘅人物。佢係矽谷頂尖嘅成功創業家，影響力驚人，淨係私人財富估計就有22億美金。我哋已經可以感受到風雨欲來之勢，人類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某啲領域嘅進展飛快，例如係基因工程、再生醫學同埋納米科技咁，亦都讓預言越嚟越趨向樂觀。有專家認為人類到咗2200年就能夠打敗死亡，亦都有人認為係2100年。富茲威爾同埋德格瑞甚至更加樂觀，佢哋認為到咗2050年呢，只要身體健康、錢亦都夠多，咁都可以大約每10年呃過死神一次，直至達到長生不死。佢哋所諗嘅方式呢，就係我哋大約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療。除咗治療疾病，亦都讓衰老嘅組織再生，並且讓手眼腦得到升級。而喺下次治療之前呢，醫生又會發明各種更新嘅藥、更高級嘅技術同埋工具。如果富茲威爾同埋德格瑞講得冇錯嘅話呢，咁好可能就已經有一啲好似咁樣嘅不死人同你擦身而過，尤其係你咁啱喺華爾街或者係第5大道嗰陣。事實上，佢哋只係達到長生，而唔係真正嘅不死。呢啲未來嘅人類並唔係好似神咁絕對不死，佢哋仍然可能係死於戰爭或者係意外，而且冇辦法起死回生。只不過佢哋亦都唔似我哋呢啲凡人終有一死，佢哋嘅生命並唔會有到期日嘅。只要冇炸彈將佢哋炸過粉碎，冇卡車將佢哋剪成肉醬，咁就能夠永生。咁一嚟呢，可能會讓佢哋成為歷史上最焦慮嘅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願意冒險體驗人生，好似係登上喜馬拉雅山，或者係泳到怒海咁，又或者係走過街道上餐廳食下飯。呢啲事或多或少都算係相當危險。但係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遠活下去，好似咁樣嘅時不時賭一鋪，可能就太不智啦。咁講法呢，或者我哋要先將目標定得溫和一啲，先唔好追求長生，先將壽命加倍又點呢？喺20世紀，人類嘅預期壽命已經從40歲增加到70歲，幾乎都翻咗1倍。所以喺21世紀，至少應該可以再翻到150歲啩。雖然咁樣同不死仲遠遠差咗一截，但係仍然會讓人類社會翻天覆地。首先呢，家庭結構、婚姻同埋親子關係就將大為改觀。而家人對於結婚嘅期許呢，仍然係至死不渝，而生命有一大部分呢係用嚟養育後代嘅。想象一下，如果人能夠活到150歲，係咩嘅概念呢？就算40歲先結婚，後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嘅。希望呢段婚姻能夠持續110年，呢個諗法實唔實際呢？就算係天主教教義派，亦都可能要猶豫一下。所以，好似而家咁多次結婚嘅情形，可能都會日益普遍。仲有，如果喺40幾歲生咗2個仔，
等到佢哋120歲，養育細路呢，就已經好似幾遙遠嘅記憶咁啦，只算得上係長長人生之中嘅一段小插曲。喺咁嘅情況之下，好難講究竟會發展出點樣嘅親子關係嘅。又或者講到職業生涯啊，今日我哋假設人會喺10幾20歲學識某種專業，跟住呢一生奉獻呢個專業。當然，人就算到咗40、50歲呢，都仲係會學到新嘅知識。但係我哋大致都仲係將人生分成學習階段以及之後嘅工作階段。如果人會活到150歲，咁呢套生涯系統呢就唔啱使。特別係呢個世界仲不斷咁出現震撼世界嘅新科技，人類嘅職業生涯將會比而家長得多，甚至到咗90歲仍然必須日日新又日新。長生不死係唔係好事呢？與此同時，人類亦都唔會喺65歲就退休，讓路俾新一代同佢哋創新嘅諗法同埋期望。德國理論物理學家普朗克有一句名言話：科學喺一次一次嘅壯麗之中進步。佢所講嘅係必須要等到一個世代離去，新嘅理論呢先至有機會鏟除舊理論。咁絕對唔係淨係科學嘅。想象一下你而家嘅工作環境啊，唔理你係學者、記者、廚師定係足球員，如果你嘅老細已經係120歲，概念都仲係喺維多利亞女王嘅時代建立嘅，而且佢仲可能再要做你老細幾十年嘅，咁會俾到啲咩感覺你呢？到咗政治領域，情況可能就更加險惡。如果俄羅斯總統普京繼續在位90年，你又覺得點呢？再諗下，如果人本來就活到150歲，咁掌控莫斯科嘅仲會係史達林，現年呢係138歲，老當益壯。毛主席123歲，正值中年。伊麗莎白呢都仲係公主，等住從121歲嘅喬治6世手中繼承皇位。至於佢個仔查爾斯呢，可能要等到2076年。等我哋翻到現實啦。而家呢，仲遠遠冇辦法肯定庫茲威爾同埋德格瑞嘅預言究竟可唔可以喺2050或者係2100年成真。就我自己嚟睇呢，喺21世紀想永葆青春都仲為時過早。而家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會迎來好大嘅失望。知道自己終將一死並唔好過嘅，但係如果一心以為長生不死卻夢想破滅呢，可能仲更難接受。雖然過去100年已經讓平均壽命增加咗1倍，但係如果以咁樣嚟推論呢，認為喺未來100年一定會再翻倍達到150歲呢，亦都仲係言之過早。1900年全球嘅平均壽命之所以唔夠40歲呢，係因為營養不良、傳染病同埋暴力，讓好多人仲好年輕嘅時候就離開人世。但係只要避開饑荒、瘟疫同埋戰爭，就能夠活到70、80歲。呢個係自然嘅壽命長度嚟嘅。一般人可能冇諗到，其實喺幾百年前活到70歲，亦都唔係啲咩罕見嘅怪事。伽利略享年77，牛頓享年84，米開朗基羅更加係高齡88，而且當時都仲未有抗生素、疫苗或者係器官移植嘅協助添。甚至就連叢林之中嘅黑猩猩，有時候都能夠活到60幾嘅。事實上，到目前為止，現代醫學連自然壽命嘅1年都仲冇能夠延長到。現代醫學嘅成功之處係讓我哋免於早逝早夭，能夠完整過完應有嘅人生。就算我哋打敗咗癌症、糖尿病同埋其他主要嘅殺手，亦都只代表幾乎每個人都能夠活到90歲，但係就同150歲差得遠，更加唔使講500歲。想達成活到150歲嘅目標，醫學必須重新打造人體最基本嘅結構同埋運作，並且設法再生各種器官同埋組織。究竟喺2100年做唔做得到？而家絕對仍然在未定之數。不過每次失敗嘅嘗試都係讓我哋向戰勝死亡又邁進一步，亦都將帶嚟更多嘅希望，鼓勵投入更多心力。Google 旗下嘅 Calico 公司可能嚟唔切讓聯合創辦人 Sergey Brin 同埋 Larry Page 長生不死，但係好有可能會喺細胞生物學、遺傳醫學、
健康醫護方面有重大發現嘅。咁一嚟呢，新一代嘅 Google 員工就能夠企喺更好嘅位置向死亡進攻。高呼住人類不死嘅科學家，其實就好似係狼來了古仔入邊嗰個男仔咁，狼要嚟只係早晚嘅事。因此啊，就算我哋喺有生之年仲冇辦法達成永生，呢一場同死亡嘅戰爭仍然有可能係接落嚟呢個世紀嘅旗艦計劃。諗到我哋對於生命神聖嘅信念，整個科學界嘅動向，加上最重要嘅係資本經濟嘅需求，一場對死亡嘅無情戰爭似乎已經無可避免。我哋嘅意識形態睇重人類嘅生命，絕對唔允許我哋輕易接受人類死亡。只要人係因為某種原因而死，我哋就會努力克服呢一種原因。對於呢一項挑戰，科學界同埋資本經濟絕對係樂於承擔。只要讓佢哋得到新發現，奪得新商機，大多數嘅科學家同埋銀行家並唔在乎要做嘅係乜嘢。而又有邊個諗到比戰勝死亡更令人興奮嘅科學議題，又或者係比永葆青春更有前景嘅市場？如果你已經係年過40，請閉上眼睛1分鐘，回想下自己當初25歲嘅身體，唔單止係外表，更加係當時嗰種感覺。如果能夠讓你回到當時嘅生理狀態，你會願意付出幾多錢？當然，有啲人會對此不屑一顧，但係願意不惜一切嘅顧客，亦都必然不在少數，已經足以構成一個幾乎無限大嘅市場。如果咁仲唔夠，淨係對死亡恐懼呢一點呢，就已經深植喺多數人嘅心中，足以推動向死亡宣戰。只要人認為死亡係無可避免嘅，就會從小訓練自己抑壓想要永生不死嘅慾望，又或者係駕馭呢一種慾望，運用到其他嘅目標。正係因為人渴求永生不死，先至能夠譜出不朽嘅交響曲，喺戰爭之中奮力爭取永恆嘅榮耀，甚至願意犧牲生命，希望自己嘅靈魂能夠喺天堂享受永遠嘅幸福。唔理係藝術嘅創造、政治嘅投入，或者係宗教嘅虔誠，好大部分其實正係由對死亡嘅恐懼所推動。Woody Allen 就從對死亡嘅恐懼發展出燦爛嘅職涯。曾經有人問佢係咪想喺大銀幕上永遠活下去呢？佢嘅回答係：我寧可活喺我自己屋企。跟住又話：我唔想靠作品嚟到達成永生，我希望靠嘅係我唔要死。唔理係永恆嘅榮耀、全國性嘅悼念會，又或者係對天堂嘅夢想，都好難替代好似 Woody Allen 呢一種真正想要嘅唔好死。唔理理由充唔充分都好呢，一旦人覺得有好好嘅機會能夠躲避死亡，求生嘅渴望就唔會讓佢哋再去承擔好似藝術、意識形態或者係宗教咁樣嘅重擔，於是就引起好似雪崩咁嘅連鎖反應。如果你覺得嗰啲眼好似要冒火、啲鬚迎風揚起嘅宗教狂熱分子已經夠得人驚，咁請拭目以待。一旦行將就木嘅零售巨擘同埋年華老去嘅荷里活小明星以為發現咗長生嘅靈藥，咁佢哋會出現點嘅舉動呢？喺呢一場對死亡嘅戰爭之中，如果科學上出現顯著進展，真正嘅戰場就會從實驗室轉移到國會、法院同埋街頭。如果科學努力宣告獲勝，咁就更會引發激烈嘅政治衝突。過往歷史上所有嘅戰爭同衝突，好可能規模都將遠遠唔及接落嚟嘅呢一場爭奪永恆青春嘅爭鬥。